晚上咧，我哋有劉文和牧師啦，同埋神曦會嘅一班嘅同工咧嚟到我哋嘅當中嚇。我記得我好幾年之前啦，有機會咧睇恩語之聲。咁其實咧呢個嘅特輯，呢個見證特輯咧，其實已經係一段嘅日子嘅拍攝。咁我觸動我同埋咧，即係去俾佢吸引住咧，係嗰個 title。佢裏面咧就寫住一個從流民變到一個牧師。咁咧就我自己睇嘅時候，哇！好即係嗰個見證好 powerful 啊！咁就俾我自己去睇一睇。原來咧當中佢就講到劉文和牧師佢嗰個一個嘅見證。嗱，首先我介紹一下，讓我介紹一下劉文和牧師啦。劉文和牧師咧就係而家嘅基督教神曦會國際事工嘅總幹事。咁啊青少年嘅時間咧就係染上咗毒癮嘅。1977年嘅時候就喺香港神曦會福音嘅戒毒輔導之下咧歸信主耶穌基督。深刻咁樣去體會到吸毒者嗰個嘅痛苦同埋福音嘅大能，因此佢戒毒成功咗之後，就回應神嗰個嘅呼召。就係嗰句嘅説話，路加福音22章32節，佢話：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嘅弟兄。於是劉文和牧師就獻身去福音戒毒嘅事工嗰度。喺1984年嘅時候被差派到台灣嗰度成立咗神曦會，我特別好感恩啊！今日我有機會咧親人咧去見到劉文和牧師同師母同一班嘅同工，神曦會嘅同工。咁好機同佢哋傾談嘅時候咧，佢就話：滿地可有冇特別一啲嘅地方，可能有一啲好貧窮嘅人，有啲無家可歸啲露宿者，或者一啲毒癮嘅地，即係有啲嘅一啲嘅地方啦。咁我話有嘅，但係今日落住雨，我話牧師你介唔介意我帶你去？佢話唔介意，去睇下。咁就晏晝咧有機會帶到佢哋一班嘅同工就落去，即係呢個地方嗰度一路去睇，俾佢哋即係去睇一睇。其實 Montreal 裏面嘅都係有好多破碎嘅生命，係特別喺我哋嘅社區嘅當中。咁行我一提，我特別好高興今天嘅早上嘅時候，今天嘅晚上嘅時候，劉文和牧師能夠親身嚟到我哋滿地河嗰度，為我哋咧去分享當中嘅一個嘅信息，睇下點樣從一個絕望裏面能夠得見曙光。我有請劉文和牧師。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我嘅呼召咧就係回頭之後堅固你嘅弟兄。當時我受訓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問我嘅弟兄喺邊度咧？神咧就好清楚俾我一個意念，你嘅弟兄就吸毒啦、流浪啦同埋坐監。因為我本身咧就係一個吸毒吸咗成10年嘅人，咁喺呢10年嘅吸毒嘅過程裏邊咧，完全係一個絕望嘅光景。個過程就係咁樣，戒嚟戒去都戒唔得，用盡所有嘅方法去戒毒，綁住自己啦，行船啦，由香港去到台灣啦，針灸啦，睇醫生，戒咗又食，食咗又戒，戒咗又食，食咗又戒。因為當年咧，我哋吸嘅毒就叫白粉，白粉到今時今日咧，仍然係世界上嘅毒品嘅毒王啊！佢王喺邊度咧？即係好難戒同埋好貴。佢難戒到呢個地步咧，即係隱匿嘅時候咧，囉囉攣，又嘔又吐咁咧發蹄騰，咁然後咧冇嗰啖白粉咧，幾乎要死嘅，所以我乜都做得出，偷呃拐騙搶，到最後咧我販賣毒品，到最後咧我賣血吸毒。咁我諗我哋好多都係香港嚟嘅，喺香港有個地方叫做佐敦道裕華百貨公司。咁你喺裕華百貨公司嗰度咧，睇上去嗰啲樓宇裏邊咧有好多診所啊，裏邊咧其中有一啲咧就係專門收買我哋道友啲血嘅。當時咧佢抽500cc 嘅血賣8蚊港幣。啲人話8蚊有幾多啊？嗰個年代8蚊好多㗎啦，嗰
嗰陣時候我哋吸毒一包白粉個半啫嘛，一抽咗啲血頭都暈啦，即刻落醒搭的士衝入去九龍城站，就去吸毒。即係咁嘅光景當中咧，係絕望，係冇盼望。人生最恐懼嘅咧就係冇盼望，冇盼望咧，即係等於絕望咧。咁呢個人生咧就係毫無意義嘅。所以嗰個時候咧，一個導友我諗好多人都聽過呢句説話喺香港，導友靠得住咩豬乸都會搶住，好多人會背嘅意思，即係話咧冇可能嘅事情，冇可能嘅，導友靠得住係冇可能嘅。點解靠唔住咧？引嚟嘅時候乜都做得出，特別係咧心人。我媽媽係一個傳道人，哇！有人話乜傳到人個仔都吸毒嘅咩？咁即係講明咧信仰係冇得遺傳嘅啦。我媽媽咧為我祈禱咗10年啦，但我都唔聽，因為我引嚟嘅時候咧，不單止係囉囉攣又嘔又吐幾千隻米、幾千支針喺個心裏邊急。但係咧，我最痛苦嘅就係嗰種心人難解。所以咧，當我毒癮嚟嘅時候咧，連媽媽都唔要，掉頭我就走去吸毒。呢啲叫心人，心人咧就比身體嘅癮咧就更加難解。當然，我媽媽喺傳道嘅時候非常痛苦。佢出去傳道嘅時候咧，俾人喺背後嚟到指住嚟到鬧佢話做監事，你唔好再同我哋傳耶穌啦！如果你真係要傳嘅話咧，先向你嗰個吸毒嘅仔傳啦，流民吸毒導友害死我哋呢條村。所以我媽媽非常嘅痛苦。有一次佢喺出邊翻嚟屋企嘅時候，見我喺屋企咧毒癮發作，好辛苦，佢撲通就跪喺地下，佢話仔媽媽求下你唔好再吸毒，因為你一個人吸毒，我哋全家都痛苦。咁我又跪喺地下喎，我媽媽你信我啦，我真係唔想去吸㗎，真係㗎，唔係講假㗎，真係唔想去吸。所以我又跪喺度同我媽媽講，你信我啦。但係引嚟嘅時候咧，連媽媽都唔要，呢啲叫心毒。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咧，生不如死，真係絕望，係冇盼望。但係好感謝神，當我媽媽嘅祈禱到最後嘅時候，所謂最後咧，因為有一日我喺度發埋白粉，突然間有人嚟敲門，3個人衝入嚟，我打開門，2把刀夾住我，加咗我上山頂，個山頂叫油塘灣山頂，因為我住喺條濱。嗰個時候嘅油塘灣山頂係荒山野嶺嚟嘅，殺佢好似殺條狗咁嘅啫。當年我哋啲黑社會咧，綁住你上山然後咧揾啲錘仔係咁剝暈你，8個窿，麻包袋一粒就抌咗落佢嗰個窿裏邊咧，一埋咗佢，屍都揾唔到。一係咧麻包袋一粒剝暈你之後咧，綁2個大石一抌落去就石沉大海，屍都揾唔到，非常非常嘅痛苦。所以嗰一晚，我俾啲黑社會綁架綁到山頂去，佢哋話今晚將啲大陸嘅電話話俾我哋知。我心諗，我係受過流氓教育嘅，咩叫流氓教育？即係要夠義氣，唔好出賣大佬。所以我死都唔肯講，所以佢哋撳低我咧，係咁揾啲錘仔咬到我頸骨都斷咗5條。點解咁清楚5條咧？我記得第一晚我喺多倫多嘅時候有個晚會，哇！嗰個師母後尾企出嚟講話，我非常注意聽林牧師你講見證。你淨係講你斷咗5條，但係你冇講，唔係你淨係講你個頸骨斷咗，但係你冇講你斷咗幾多條點樣斷嘅咁樣成啊？我話你點知係斷咗5條？佢話：哇！我話聽得咁仔細嘅，咁啊係。我點知斷咗5條咧？因為41年前我
我喺香港被差派去台灣成立台灣晨曦會福音教會嘅時候咧，第一件事我就去到台北中山醫院去嗰度做 X 光，因為嗰個時候我康復冇幾耐，後尾咧就被香港晨曦會差派咗去台灣嗰邊咁個醫生一做完 X 光之後咧，佢話你嘅頸骨咧斷咗5條，話1、2、3、4、5，所以咧我聽到好清楚係5條。今日嗰一晚咧，我被打到頸骨都斷咗，然後咧佢哋咧就捆綁住我之後咧，就有人咧揾啲鐵鈎喺我旁邊揈嚟揈去。佢話今晚你唔廢咗你，唔殺咗我都要廢咗你。咩意思啊？即係挑腳筋，一鏟落去一扯，即係成殘廢，咁啊變跛豪。即係我哋香港人好明白呢個道理。當時我非常嘅驚，但係驚嘅過程裏邊咧，我依然有一個意念就係唔好出賣大佬。呢叫流民嘅教育，要救義氣。反而救咗我喎，所以我死都唔講嘅情況之下咧，旁邊咧佢冇揾嗰個鐵鈎嚟到挑我腳筋，旁邊有個人揾個玻璃樽硬一下剝碎之後咧，喺我腳面嗰度慢慢鋸，鋸到腳都裂開咗，所以當時非常嘅痛苦，到最後係痛恨。我痛恨係我自己，我都喺台灣受過大學教育，但係因為一啖白粉害到我咧，任人宰割，我非常痛恨自己。第二我又痛恨呢班咧同我同樣行黑社會嘅人，咁樣嚟到去對待我。第三個痛恨白粉，但冇一啖白粉咧，我又好難生存落去。所以喺嗰個痛恨嘅過程裏邊咧，我心諗你不如今晚殺咗我算，橫掂我食白粉都食咗10年啦，咩壞事都做盡，戒又戒過，乜嘢方法都戒過，戒唔得㗎啦，戒唔得㗎，成日都係有咁嘅意念，真係絕望嘅，戒唔得㗎。所以你今晚不如殺咗我啦，讓我死咗佢算。但另外有一個意念咧，就係話，如果我今晚唔死咧，我哋要佢哋死，唔殺咗佢哋，我都勾跛佢隻腳，因為非常嘅憤怒啊，嗰個心覺得好冇面咁樣任人宰割，所以當時咧幾乎暈咗過去，因為咧太嘈啊，有人報警，就警察嚟咗之後咧，就將我送咗去觀塘嘅聯合醫院。喺聯合醫院一醒嘅時候咧，依然睇到我嘅媽媽跪喺地下為我祈禱。我嘅媽媽祈禱啊，係呼天喊地。佢曾經話：上帝啊，求你救呢個浪子！上帝啊，你要救呢個浪子啊！上帝啊，你能夠救呢個浪子嘅。即係有一段時間咧，我讀緊法作，媽媽硬喺度祈禱，祈到我發嬲啊！話媽媽唔好再祈禱啦！耶穌喺邊咧？睇又睇唔見，摸又摸唔到。唔通你因為我祈禱，我就可以讀緊法作唔痛苦咩？我話媽媽，如果你真係愛我，你俾啲錢我啦。佢真係俾啲錢我，叫我慢慢戒，有乜可能咧？冇可能慢慢戒。所以咧，我媽媽嘅祈禱係呼天喊地，非常嘅痛苦。媽媽喺我一生中有2件事係我印象最深刻。第一就係祈禱，成日為我祈禱我都好煩，但係我又嗰一晚咧就真係好感動。第二咧就係眼淚。後尾我戒毒成功之後，我媽媽曾經同我講個仔啊，媽媽為你流咗2桶嘅眼淚。咩意思啊？即係眼淚都流乾。最後我媽媽嘅眼係盲咗嘅。當然本身眼都唔係好㗎啦，最後剩翻一條線嘅時候，就全個眼都盲咗。所以我戒毒成功之後咧，我為著孝順我個媽媽，我周圍去替我媽媽揾眼睛。到最後咧，我喺台北同嗰個最出名嘅一個基督徒嘅醫生講話：我可唔可以俾一隻眼俾我媽媽？因為我媽媽嘅眼係為我而喊。個醫生話：我唔知，
你就算俾個新嘅眼俾你媽媽，都睇唔到㗎啦，因為佢嘅眼神經壞死咗。我非常嘅懊惱，非常嘅懊悔，但係都冇辦法。所以今日我哋喺神經福音解讀當中，其中一個好需要嘅方法，唔係最重要啊，重要係福音，因為我叫福音解讀啊嘛。全世界好多種解讀嘅方法㗎，環境解讀啦、司法解讀啦、教育解讀啦、醫學解讀啦，或者係親情解讀啦、咬生柴解讀啦，乜嘢解讀都有嘅。仲有死胡同啊，死胡同即係喺金山角嗰啲地方挖個窿，10尺8尺長，抌咗嗰個人企喺裏邊21日吃喝瞓覺或者屙肚，全部都企喺度。21日過咗之後，一出嚟又去食飯。乜嘢戒毒嘅方法都有，但最徹底嘅戒毒方法就係福音戒毒。咩叫福音戒毒咧？福音嘅有個好深層嘅含義咧，叫做福音係神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嘅。神嘅大能嘅能力大到喺邊咧？呢個福音嘅核心嘅意義咧，就係講到耶穌基督為咗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滿足上帝公義對罪惡憤怒嘅審判啊！呢個叫福音。通常我哋講福音都係講愛嘅，但係講愛之前咧，我哋應該明白嗰個福音嘅真義咧，就係上帝嘅公平，上帝係公義嘅，係聖潔嘅。人類犯咗罪啊，離開咗神，唔認識神，背叛神嘅時候，同神冇關係嘅時候，係要受審判嘅。但呢個審判咧，卻落喺佢嘅獨生兒子耶穌基督嘅身上。所以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上，為着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係滿足上帝公義對罪惡憤怒嘅審判。呢個叫福音。但係喺滿足咗上帝嘅公義公平之餘咧，神又流露出佢嘅慈愛，叫做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都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所以咧，神愛世人係因為神嘅公義被滿足咗，佢差遣佢嘅獨生兒子嚟到呢個世界上，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滿足佢自己公義對罪惡嘅審判，而至於流露出神嘅慈愛，我哋就喺愛嘅激勵之下咧，生命被激勵成為一個新造。所以當時我媽媽為我祈禱，我唔聽，但係最後嗰一晚，佢為我祈禱，就係我打到就嚟死嘅時候喺靈日醫院，我一醒，佢講咗一句説話啫。呢個祈禱咧，一直到今日都影響我生命。個仔啊，唔好諗住去報仇。佢話冤冤相報何時了咧？佢話恨啊係唔可以解決恨嘅。通常我哋嘅人性咧，你恨我係嘛？我要更加嘅恨你，我先至可以解決到你恨我嘅問題係嘛？10年報仇都未晚啊！佢話恨係唔可以解決恨，唯有愛能夠彌補恨。跟住佢話媽媽愛你，哇！我心裏邊非常嘅感動，又好內疚。感動咧就係話媽媽，你仲愛我咩？我害你害得咁慘，你仲愛我咩？但係我內疚嘅時候咧就話媽媽，你唔好講愛我，因為你愛我，我都戒唔到。唔係媽媽嘅愛我，我就可以悔改啦，下定決心。但佢引嚟嘅時候咧，連媽媽都唔要。呢個就係人喺罪性中嘅無奈，絕望嘅，冇盼望嘅。但係我媽媽最後講咗一句説話，佢話耶穌都愛你。咁當時我心諗耶穌喺邊？而且我從細就返教會喎，跟
我亦都聽過耶穌係邊個嘅喎，我亦都食飯之前祈禱嘅，甚至於我喺聖誕節跟住我媽媽出去報道過，但係我唔認識耶穌基督係邊個，我亦都冇相信到耶穌基督係我救主，我亦都唔知道佢為我嘅罪做咗啲乜嘢，我以為我係個基督徒，所以喺我生命裏邊完全冇生命嘅力量去免疫去面對呢啲咁嘅試探同埋遭遇。但係嗰時候我媽話耶穌都愛你，我心諗如果耶穌真係愛我呢啲咁嘅死道友，我需要耶穌嘅愛。去邊度揾？我媽媽就帶咗我去基督教晨曦會福音戒毒中心。嗰個時候係幾多年？1977年，帶咗我入去晨曦島，因此我喺晨曦島福音戒毒嘅裏邊咧，被主重生、悔改、信主、蒙召，回頭之後堅固你嘅弟兄，唔食白粉之後幫翻呢啲食白粉嘅人。我問主話：我嘅弟兄喺邊？神好清楚俾我一個意念，你嘅弟兄喺街度流浪，你嘅弟兄坐緊監，你嘅弟兄喺度吸毒，你去啦，去話俾佢哋知耶穌可以幫佢哋戒毒，可以救佢哋嘅生命。所以喺我媽媽生命中有兩件事對我好大嘅影響嘅裏邊咧，真係潛移默化，使我咧存一個知恩感恩嘅心喺神呢度。一住就住咗7年，你話戒毒要戒7年咁耐？要㗎，戒毒戒兩種，一種叫身體嘅毒，即係你毒癮發作啊、囉攣啊、好辛苦啊、又嘔又吐又瞓唔着啊，嗰啲叫做耐藥性，因為你吸毒咧吸得多嘅時候，吸得耐嘅時候，吸少少唔夠又吸多啲，又吸多啲，所以毒癮發咗嘅時候咧非常嘅痛苦啊，全身都痛，你又瞓唔着覺。幾乎攞命。第二種痛苦咧，就係心思思非常難解。我感謝主，神愛我，神救我，神今日有使用我。我哋嚟睇一段聖經，係喺哥林多後書第5章第14節。聖經話：原來基督嘅愛激勵我們。當使徒保羅話原來嘅意思咧，有個可能就係佢本來唔知嘅，但後尾佢知道咗啦，所以佢就話咧，原來基督嘅愛激勵我們，即係保羅去傳福音嘅時候有一段時間可能係唔知道係基督嘅愛激勵佢，但後尾佢知道咗，又經歷咗神基督嘅愛。保羅去哥林多地方傳福音嘅時候，哥林多仲未有教會。佢非常愛呢個教會，幾乎係佢生養佢嘅地方。但後尾佢因為有負擔，去咗第二個地方，哥林多教會嘅信徒咧，因為佢哋嘅恩賜太高，高到一個地步，高過聖經，所以佢哋對保羅咧就有一種人心嘅攻擊。佢話：保羅啊，你其貌不揚，你言辭激我。你話翻嚟我哋呢度，你又唔翻，你又去咗第二度，所以對保羅有好多嘅人身攻擊。但係保羅生命裏邊咧有一個領受，有誰軟弱我不軟弱，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咧？佢原來咧係基督嘅愛激勵我去傳福音嘅，因為保羅當時好難過。佢嘅難過固然為佢自己係有少部分嘅啫，但係絕大部分係為咗神嘅教會哥林多教會，所以佢發現咗喺佢生命裏邊有一個能力，呢個能力嘅來源咧係根據基督嘅愛嚟激勵佢，所以佢就寫低呢句説話。佢話原來基督嘅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咧，眾人就都死了。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而活。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外貌認人了，雖然憑着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着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所以我們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義。基督嘅愛激勵一個人嘅生命。當人嘅生命被基督嘅愛嘅激勵時候咧，就喺基督嘅愛嘅激勵裏面咧，成為新造嘅人。而今日我哋喺呢一段嘅聖經裏面去睇，基督嘅愛到底係一個乜嘢嘅愛？有咁大嘅能力能夠激勵人嘅生命成為一個新造嘅人。喺呢一段嘅聖經裏面咧，基督嘅愛有兩個特徵。第一個特徵咧就係第19節，不將我們的過犯，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不將過犯歸到我們身上係基督嘅愛。人性中嘅罪性或者罪性中嘅人性，有一種性情嘅，專門將過犯歸到別人嘅身上。最衰就係佢啦，最衰就係佢啦，唔係咁嘅環境，唔係佢，唔係撞到佢，我都唔會再食翻嘅，完全就會怪別人。今日你從親情、媒體、教育、政治，全部都係咁樣，通通都係人嘅錯。但係耶穌基督嘅愛咧係講，不將我哋嘅過犯歸到我哋身上，呢個係基督嘅愛嘅第一個特徵。當一個人嘅生命明白基督嘅愛，又經歷基督嘅愛，又去實踐基督嘅愛嘅時候，人嘅生命咧就喺愛嘅激勵之下，成為一個新造人。呢段經文基督嘅愛嘅第二個嘅特徵咧，就喺第21節。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邊成為神的義。咩叫做無罪？意思就係話連罪都唔知道係乜嘢，要替我哋去成為罪。我冇辦法用咩言語可以嚟到去形容呢一個嘅愛，我只能夠咧諗到一幅圖畫。呢幅圖畫係咩咧？就係當耶穌基督被釘喺十字架上嘅時候，佢講咗一句説話。佢話：我的神啊，我的神啊，為什麼離棄我咧？呢句説話咧，既親又疏。親喺邊度咧？耶穌基督係神嘅獨生兒子，佢本是神，好親嘅。所以佢話：我的神啊，我的神啊，神啊，為什麼離棄我咧？呢種痛苦啊，唔係皮肉之傷，係靈魂深處嘅吶喊，好親嘅，但既又疏喺邊度咧？天父定意因為人嘅罪，要壓傷佢嘅獨生兒子，疏喺邊度？所以第21節顯明咗耶穌基督嘅愛喺呢段聖經裏邊嘅第二個嘅特徵。神使那無罪的就係耶穌基督替我哋成為罪，替代
前我哋出嚟行黑社會，唔會親手殺人嘅，有時候揾啲僆仔咧未成年嘅，你去斬啦，你去殺啦，佢哋被捉咗坐監咧，唔使坐好耐嘅，因為佢未成年啊嘛。咁我哋去探佢嘅時候咧，就為你安樂啦，你替我殺人，我替你安家，呢個叫替代啊嘛，即係好有邏輯性嘅，你嘅思考裏邊好有道理性。但係喺基督愛嘅裏邊，替我哋成為罪，我哋冇替耶穌基督做過任何嘅嘢。呢個替咧係單向，係單方面嘅替。佢替我哋成為罪，使我哋咧喺基督嘅裏邊咧成為義。所以耶穌基督為我哋嘅死係有目的嘅。佢個目的係咩咧？就係叫我哋嗰啲信耶穌活過嚟嘅人咧，不再自私。呢個係新造嘅人嘅裏邊嘅一個特徵。我哋而家你睇，當一個人嘅生命被基督嘅愛激勵嘅時候，你明白咗，你經歷咗，你又去實踐嘅時候咧，你就喺基督愛嘅裏邊成為一個新造嘅人。新造嘅人咧有三個特徵。第一個嘅特徵咧就係因我們想，我唔知大家嚟聚會嘅時候想啲乜嘢，諗啲乜嘢。我每一次有機會為主做見證，今年已經第48年㗎啦。因為我喺香港7年福音戒毒事奉，7年之後被差派去台灣，到今年已經第41年。48年嘅裏邊，我喺度操練一件事。每當我有機會為主做見證嘅時候，我就喺度諗咩咧？如果一個人嘅思想嘅前提係正確嘅話咧，你嘅心態就正確，你嘅行為模式就正確。我諗咩咧？我一諗到咧，我嘅罪被主赦免，我被主救贖，挽回咗我，唔再去吸毒，唔再食麻粉害人害己嘅時候，我就存一個知恩、感恩同埋報恩嘅心，嚟到去傳福音，嚟到去咧講見證。所以思想好重要嘅，思想嘅前提已經係錯誤嘅話咧，你嘅心思意念咧就會混亂，你嘅行為模式咧就更加唔妥。所以有時候我哋會講，喂，呢個人今日點解怪怪地？佢怪怪地，你係睇到佢嘅行為上怪怪地啫喎，表面上嘅樣怪怪地，其實佢真係怪嘅本意咧係出自佢嘅思想出咗問題。佢諗咩咧？諗到乜嘢都係人哋對唔住佢，乜嘢都係被人誤會，所以佢思想嘅前提咧，想嘅盡都是我，所以佢嘅內心咧就好複雜，就好偏差，佢行為咪怪怪地咯。其實我哋喺福音戒毒，要睇一個人戒唔戒到毒咧，你淨係睇佢講嘢啊、表面啊，或者佢嘅行為啊、琴日啊、今日啊、上年啊、今年啊，你已經可以判斷。所以喺基督裏嘅生命咧係要長進，所以幫呢個人咧，我哋要3、5、7年㗎，唔係一時間即刻就可以戒得所以一年去睇，一年去睇，佢越明白神嘅説話，越多讀神嘅説話。所以我哋喺福音教隊去訓練門徒忠心，門徒訓練忠心，不單止信耶穌戒毒，仲要訓練佢成為耶穌嘅門徒，多讀神嘅説話，成為佢嘅思想。唔好成日諗埋嗰啲唔等使嘅嘢，你多讀聖經，有神嘅説話進入你嘅思想咧，就會改變你嘅價值觀，你嘅行為模式就會正常㗎。所以新造嘅人嘅第一個嘅特徵咧，叫做思想改變。我喺中國大陸傳福音嘅時候講呢啲見證嘅時候，有啲人話：哎呀，劉老師。呢一套嘢我哋知啦，你呢啲叫洗腦啊嘛！我直情咁樣講係啊，信耶穌係洗腦㗎，不單止係洗腦啊，仲洗你嘅心添啊！當聖靈感動一個人，神嘅説話充滿喺你嘅內心，你明白神嘅心意嘅時候，你真係個腦會被洗咗。即係你諗啲嘢咧唔啱嘅嘢咧，真係會改變嘅。唔
所以咧，第一個新造嘅特徵叫做思想改變。思想改變，行為模式就會改變，習慣就會改變，價值觀就會改變。但如果我哋唔讀神嘅説話，你嘅思想好難去改變。新造嚟嘅第三個特徵咧，就叫做唔自私。我哋嚟睇一睇第15節，佢話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呢、這個叫做唔自私。人不自私，天誅地滅。理應係咁。但有冇可能唔自私咧？有，因為有一位主，佢有一個唔自私嘅心，就為我嘅罪死咗喺十字架上。佢係我哋嘅榜樣，佢係我哋嘅信仰嘅對象，效法嘅對象。耶穌基督為我哋嘅死有目的嘅，係叫我哋呢啲信耶穌活過嚟嘅人咧，不再為自己活，為呢一位替我哋嘅罪死而復活嘅耶穌活。呢、這個叫做新造嘅第二個特徵，叫做唔自私。一個傳道人唔係好容易，一個宣教士唔係好容易，一個基督徒都唔係好容易㗎。你唔係叫就可以叫做係基督徒㗎，你唔係叫你就叫做係宣教士。佢哋嘅生活、佢哋嘅生命、佢哋嘅行為，尤其我哋做戒毒咧。我喺香港侍奉7年，去到台灣第41年，已經過咗半年；喺泰國41年，多倫多20年。不過3年前我哋嘅30幾年前，喺美國20年，喺英國同埋喺印度拉嘅緬甸、泰國。開呢啲戒毒嘅工作唔係話你想做就做，其中一個最重要咧，我成日喺戒毒所同啲同工講，喺福音戒毒裏邊咧，你乜嘢都可以唔食，但係虧你一定要食，要吃虧人嘅，即係講你要有榜樣。福音戒毒嚟戒毒嘅人咧，唔係淨係嚟聽福音，佢係嚟睇福音嘅。到底福音喺你嘅口裏邊咧？點樣去呈現出嚟？喺你嘅行為模式裏邊點樣去呈現出嚟？喂，我哋自己都係過來人，又吸毒又行黑社會，乜嘢我哋都知。有時候脾氣都唔係咁好嘅，去幫助嘅時候，會嘈交㗎，會整頸㗎，會壓制佢㗎。但係咁樣係幫唔到人。所以神俾咗我哋嘅使命，呢、這個使命就叫特工傳福音俾你戒。你用咩傳？用你嘅生命，呢、這個叫做以生命嚟見證神嘅道。所以咧喺我哋生活上邊咧，要呈現一種唔自私。所以神呢會喺我領受咗之後去到台灣，從一開始我就領受一個信仰嘅內容，叫做白白得嚟，白白捨去。咩意思啊？就唔收一毫錢，唔收錢。啲人仲話劉牧師，你咁樣餓死都有份啦。而家啲家人啊，漸漸咧都有啲生活嘅能力，收一啲錢啊嘛，可以支持你嘅工作啊嘛。你要有同工，你要食飯要住嘅，又要車油啊乜嘢，各樣各樣嘅費用。但係始終有一個信念，白白得嚟，白白捨去。神係公義嘅神，真係喺台灣40年啦，見證咗神供應我哋嘅需要，使無變有。咩叫無啊？我喺香港41年前結婚時就被差派去台灣。我個牧師咧俾3000蚊俾我，3000蚊港幣，2對夫婦3個細路仔，係另外一對夫婦。佢點樣差派嘅時候，佢話：你哋平平安安嘅去啦，唔得再翻嚟。如果你聽到咁樣嘅差派，你夠唔夠膽去？如果何牧師咁樣差派你啊？你平平安安去，唔得再翻嚟，你敢唔敢去啊？但係咧，我哋當時因為順服神嘅感動同埋順服我牧師嘅帶領，我相信呢個牧師唔會害我，因為我媽媽係傳道人，我都冇信耶穌，但呢個牧師向我傳耶穌，用福音幫助我重新咗
所以我心中好敬佩佢嘅。牧師話咁，我哋就順福去台灣，3000蚊去到台灣，連住都冇地方住。一話揾屋咧嚟做隔離，即刻退翻啲錢。對唔住啊，你做街道好危險㗎，我哋唔會租俾你嘅。嗰個時候真係好慈悲嘅離開嘅時候，唔通街道嘅人就真係冇得救？但係10年40年之後，我哋而家就係9個戒毒所，有男有女有老人嘅，老人戒毒都有，而家青少年又有，但係其中有一種戒毒所咧叫做3合1。我世界各地去跑，我都未見過咁樣嘅戒毒所。咩叫3合1咧？就係吸毒、共用針頭、得到 HIV 愛滋病，又係同性戀，3件事喺一個人嘅身上，呢叫做3合1。我有時候去戒毒所，啲人話老師，你鎖住我喺呢度，我好辛苦㗎。我點樣辛苦啫？佢話：我一見到一個 muscle 好強壯嘅人，我心喐喐㗎。哇！有咁緊要？哇係啊！你唔明白，你唔了解我哋啲感情㗎啦。我係明白，咁所以明白一下都冇。咁我哋到底係男定女嘅？咁2樣都得，真係同我咁經嘅。所以如果你要去幫一個人，你唔詳細了解呢個人嘅境況，你係好難留心去料理佢。呢個係箴言裏邊講，你要詳細了解你嘅羊群，留心料理你嘅羊群，然後用心中嘅純正、手中嘅巧妙去牧養佢。心中嘅純正就係個動機，我哋嘅動機就係傳福音俾佢，因為福音係神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嘅人，包括呢啲吸毒嘅人，包括呢啲吸毒得 HIV， 包括呢啲得同性戀嘅人，係有見證㗎，係有見證㗎。我40年喺台灣 HIV 嘅3細路仔驗血啊，驗咗幾次之後血清咧都冇事，而家細路仔漸漸大。同性戀嘅，我哋唔會排斥佢，排斥我就唔使開啦，唔開呢個啦。但係我哋唔講呢啲嘅，我哋講神嘅聖潔、神嘅慈愛。呢度係聖地，係聖堂，係讀聖經，係唱聖詩嘅。我哋係聖徒，所以我哋要敬畏我哋嘅神，所以佢哋知道呢度係咩地方。有一日去咗之後咧，信咗耶穌，讀咗我哋嘅訓練中心，而家成為我哋嘅同工，仲有 HIV 結婚。神嘅恩典何等好，所以咧就喺咁嘅情形之下咧，親身經歷一個人喺新造嘅人類裏邊第2個嘅特徵就係唔自私，為嗰一位替我哋嘅罪死而復活嘅耶穌而活，係有可能嘅，因為佢為我哋而死啊，又從死裏復活。我去北京傳福音嘅時候，啲人話：劉老師，一個食白粉嘅人冇得戒㗎啦。如果食白粉嘅人戒得咧，死人都會復活啦。後尾我講完見證之後，佢返嚟同我握手，劉老師啊，你真係死人復活喎，你活咗過嚟喎。我話係啊，因為我信嘅耶穌係從死裏復活嘅耶穌。新造嘅人嘅第3個嘅特徵喺呢段聖經咧，就係喺第16節。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外貌認人，雖然憑個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若有人在基督裏，他係新造的。從今以後不憑外貌認人。保羅講呢句説話到底有咩含義？佢話不憑外貌認人，呢邊又話雖然憑個外貌認過耶穌，點解呢邊講不憑外貌認人？呢邊又講雖然憑外貌認過耶穌，到底不憑外貌認人同雖然憑外貌認過耶穌有咩關係？我成日帶啲弟兄去聚會，呢2位都係我哋3位啊 ，Henry 都係包括我啊。如果未戒毒嘅時候，而家坐喺啲隔離，坐喺呢個姊妹小姐隔離，小姐請問你屋企電話幾多號？你夠唔夠膽俾佢？小姐姊妹，你唔好揼低頭，即係好現實㗎嘛？你夠唔夠膽？夠膽？
係人都驚啦，一個食白粉導遊坐喺人哋隔離喺屋企電話幾多號？除非嗱，我講一個係教會，一個係福音教導呢個時代，除非我哋不憑外貌認創造人嘅耶穌基督，否則我哋好難唔憑外貌去被耶穌所做嘅人，因為你係憑外貌認耶穌，所以你一定憑外貌去認耶穌所做嘅嘢。因為犯罪墮落之後，根本你就冇可能去睇到佢內心嘅世界。而家整個世界嘅價值觀都係憑外貌嘅，哇！幾有錢嘅喎，幾有地位嘅喎，哇！幾有料嘅喎，黑社會都係咁啦。你行邊個黑社會啊？行咗幾耐啊？坐過幾多監啊？呢啲都要評估㗎，一評估咧，咁就已經論定㗎啦。但係點樣不憑外貌認人咧？神呢個方教就學使徒保羅講呢句説話，包括我哋收嗰啲愛滋病、同性戀三件事喺一個人嘅生命上面。初我哋都好驚㗎，因為我喺政府嗰度開會嘅時候，佢話：哇！而家加埋好多嗰啲HIV 嘅。人滿環啊！咁神俾我個聲音，你咁多地方教導，你點解唔揾個地方？你要揾個地方嚟做，幫助呢啲人啦。咁我話揾個地方嚟幫佢哋，邊個去做啊？所以我翻到去我哋啲同工隊，我就問佢哋：邊個願意去呢個開始HIV 嘅福音教導中心願意參與呢個事務？3個同工舉手，願意，係嘛？所以咧。我哋咧，除非不憑外貌認創造人嘅耶穌基督，否則我哋一定會憑外貌認被耶穌基督所做嘅嘢。求主幫助我哋。神咧救咗我生命，使我一生人咧有咁樣嘅感恩嘅心去回頭見佢。直到今日，全世界咁爬上，我今日同阿何師講。紅燒喂落雨喎，我落雨我都想去啊！我好有興趣去睇呢啲人啊！而家去睇咧，同20年前我去 Hastings 溫哥華有個 Hastings Street 同埋咧三藩市巴黎同埋咧荷蘭嗰啲吸毒寨度，嗰啲吸毒村嗰啲地方完全唔一樣。以前嗰啲好熱鬧嘅妓女吸毒流浪漢全部集中喺嗰度。好光鮮嘅嗰啲燈，但係咧，而家5點鐘就冇人啦，三藩市，因為 Covid， 同埋咧而家啲毒品變咗一個分態嚟分，聽到50倍嘅白粉嘅強度啊！我同醫生傾過，我話點解我食白粉食咗成10年，忍嚟又咳又嘔又痛又攞呢我都死唔去，仲要我自殺都死唔去。點解咁容易一吸到就？佢話係個腦同埋嗰個呼吸嘅能力，唔係窒息啊，唔係窒息，我唔係窒息咗佢唔係。當你一傷到個呼吸咧，腦一缺氧嘅時候，佢就死，好容易死啊！我去嗰度睇一個現象係咩咧？以前就流浪漢，嗰度妓女，嗰度吸毒，我哋都好睇得出嚟。大麻都唔係咁容易聞得到嘅，而家周圍都聞到。嗰啲食咗飯餐嚟嘅女人點啊？咁樣啊？半個鐘頭唔喐嘅，有啲咧又冧唔落喎。哇！我有一次睇到個女仔頭髮半長，落雨一滴滴落嚟，好受氣喺度咁樣。冇一個人理佢，冇一個人俾錢佢。我真係喊。我主啊，我感謝你。如果唔係你救咗我，呢個企喺嗰度嘅人係我都唔出奇。我喺香港九龍城寨。筲箕灣嘅北角嘅馬沙，全部都係呢個九龍城嘅呢個城寨嗰度，全部都係啲吸毒檔口。睇到好多人高嘅毒死咗之後咧，就抌去嗰啲垃圾車，然後車去燒咗。所以我哋嘅牧師係飛機工程師嚟嘅，提早退休，企喺嗰個九龍城寨嗰度講咗句咁樣嘅説話。福音係神嘅大能，幾時能夠臨到呢啲道
我信耶穌啦，你俾20蚊我信耶穌啦。因為呢一個派單張呢個單張寫住上帝愛世人。咁我哋引嚟嘅時候咧冇嘢分啊嘛，就攞嗰啲單張一撕開嚟到分白粉咧，就睇到上帝愛世人。嗰個長老就話：牧師，好容易嘅啫，你揾個地方鎖住我，為我祈禱就得㗎啦。福音教導係咁樣開始㗎。陳牧師就係浪強揾咗一間屋，咁啊鎖住佢，揾個人陪住佢1個禮拜之後去睇佢，跟住出嚟牧師，哇！陳牧師話真係得㗎喎，祈禱就咁樣能夠幫助你嘅人身體開始康復，福音教導就係咁開始。所以神一救咗我，亦都使用我。下邊咧，我想放一個加拿大嘅影片，喺21年前我哋開始嘅工作，請大家。